市嗰邊嘅。唔係，翻咗去啦，翻咗香港，翻咗去咁係兩邊。咁佢哋都係旅遊，唔係，即係嚟香港。而家享受人生。你真係好多啲人。嘅傳媒朋友，你哋好！出邊天氣非常好嚇，好舒服。咁今日呢，我謹代表香港旅遊發展局以及廣東省旅遊局，歡迎各位嚟臨2010華人華僑旅遊年香港、廣東、北美洲路演。我哋有呢個一程多站嘅路演傳媒簡介會。大部分嘅傳媒朋友呢，我哋都係非常熟悉，但係有一啲都係新面孔喎，或者我要先介紹我自己先。我係香港旅遊發展局多倫多辦事處嘅 Carissa 呂婉霞。以下呢，我都會介紹我好多嘅同事，有多位呢係不遠千里而嚟，從香港同廣東省專程嚟到北美洲多倫多第一站嚟同各位傳媒朋友見面嘅，或者我哋先邀請嚟自廣東省旅遊局嘅同事，副局長黃志雄女士，請你招招手。副處長吳小麗女士，副研調員林平先生，主任科員李建儀女士以及莫李強先生。歡迎你哋嚟到多倫多呢個咁春光明媚嘅城市嚇。跟住呢，就係介紹嚟自香港旅遊發展局總辦事處嘅同事，佢哋係我哋企業事務總經理梁美寶女士，業務拓展總經理郭志傑先生。多倫多嘅同事啦，各位都好熟悉。我哋有加拿大及中南美洲幹事林怡銘先生，以及高級主任金李翠雲女士 Betty， 好多同事都好熟悉佢嘅。以下落嚟呢，我哋邀請香港旅遊發展局嘅業務拓展總經理郭志傑先生致歡迎辭。Patrick， 唔該。尊敬嘅黃志雄副局長，各位多倫多嘅傳媒朋友，大家好！今日好高興咧，能夠聯同咧廣東省旅遊局咧嚟到多倫多咧嚟夠推廣香港同廣東省。首先，我喺度要多謝黃志雄副局長率領呢個廣東省嘅旅遊局嘅代表咧，聯同香港旅遊發展局咧合辦今次呢個北美洲路演。同時咧，亦都多謝各位傳媒嘅朋友咧出席我哋今日嘅安排嘅午宴啦。頭先 Carissa 提過一程多站，其實係現今咧全球流行嘅旅遊嘅模式。根據我哋嘅市場嘅研究咧，而家每年由加拿大去香港玩嘅消閒遊客咧，即係我哋叫 leisure travel 啦，之中裏邊咧有超過90%咧都係咧一程多站嘅旅客嘅。佢哋除咗去香港旅遊之外呢，亦都會去附近嘅旅遊地方。呢啲旅客呢，當中呢有超過一半呢係去內地嘅，咁其中一半呢亦都係去廣東省嘅。咁所以呢，旅發局呢一直同廣東省旅遊局呢都係好緊密合作呢，喺海外市場呢一齊共同推出呢一程多站嘅推廣同埋行程嘅。今年呢，適逢呢係廣東省旅遊局推出呢一個華人華僑旅遊年啦，呢一個推廣平台，所以更加為我哋提供一個非常之好嘅合作機會。旅發局好高興同廣東省旅遊局展開今次呢個北美洲嘅巡迴嘅路演，向北美洲嘅華裔嘅朋友介紹廣東省同埋香港嘅旅遊特色。其實今次呢，我哋設計咗呢一系列嘅嶄新嘅旅遊嘅行程嘅。咁一間咧，我會再同大家做一介紹啦。咁其中咧係包括一個海上絲綢之路啦，同埋電影入中等
啲特別為北美旅客咧係度身訂造嘅。咁加上咧廣東省今年嘅亞運會啦，同埋呢個廣東省國際旅遊文化節等活動咧，係大大加強咗咧我哋粵港兩地一程多站嘅吸引力嘅。而特別一提嘅咧，我想喺度咧就係今年旅發局嘅2010香港節慶年，我哋咧已經係為旅客咧準備咗好多豐富嘅活動、旅遊嘅活動。而今年夏天咧，當然啦，每年嘅購物優惠咧就唔可以錯過啦。另外咧喺7月底咧，我哋會喺尖東咧第一次咧係舉辦香港龍舟嘉年華嘅。8月咧就會喺紅館咧舉行呢個音樂會喎。咁至於下半年度咧，我哋會再次喺西九龍舉行咧舉行呢個美酒佳餚巡禮。咁我哋希望多倫多嘅朋友，無論去廣東省又好，去香港又好，去探親啊，去度假，都可以結合到粵港兩地呢個豐富嘅旅遊資源咧，去豐富你哋嘅旅遊體驗嘅。亦都希望咧鼓勵本地嘅旅遊業界咧，利用呢啲咁嘅機會咧，就可以做多啲生意，將呢啲咁嘅節目咧包裝成特色嘅旅遊產品，鼓勵多倫多嘅朋友多啲去粵港兩地旅遊。咁為咗呢個令到傳媒朋友能夠對香港或者廣東省嘅旅遊產品多啲嘅認識咧，稍後咧廣東省旅遊局會聯同香港旅遊發展局咧就會邀請咧呢度嘅傳媒咧去兩地考察嘅。咁希望咧能夠可以親身體驗粵港兩地嘅旅遊特色。我哋希望到時各位傳媒嘅朋友都能夠可以出席，可以參與呢一個體驗嘅媒體嘅體驗嘅兩地嘅新嘅旅遊產品啦。咁喺呢度再多謝各位啦，希望各位身體健康，多謝晒。唔該晒 Patrick。嗱，聽完香港旅遊發展局嘅介紹咧，或者我哋以下邀請廣東省旅遊局副局長黃志紅女士介紹下廣東省旅遊嘅特色喎。黃志紅。各位多倫多传媒的朋友们，上午好。今天呢，我非常高兴的来到这里和大家一起共聚在一起来商量我们这个旅游的工作。我们是前2天来到多伦多，觉得多伦多非常的美。这里呢给我们留下了非常美好和深刻的印象。这次呢，我们粤港旅游部门呢一起来赴这个我们今年搞的华侨旅游年呢，可以说是我们是第一站就到了多伦多，说明我们这个多伦多在我们粤港这个旅游局旅游发展局的这个心目中是做了非常重要的这个位置。在此呢，我代表广东省旅游局、广东省旅游协会，对出席招待宴会的各位贵宾和朋友表示热烈的欢迎。对朋友们长期以来对广东旅游业、香港旅游业支持关心表示衷心的感谢。在座的朋友们可能对香港的这个情况就比较了解，那么我呢就在这里呢就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广东的情况。广东呢是我们中国的大陆的最南端，毗邻南海，跟毗邻这个香港，人口呢有9500万人。比这个这个加拿大还多3倍啊！这个人口，面积呢就18万平方公里，是我们中国的经济大省、旅游大省。2009年全省入境过夜的旅游人数呢有2747.8万人次，出境旅游人次呢有3284万人次，相当于一个国家。所以呢，这个旅游外汇收入达到了100亿，旅游总收入呢达到了3130亿，这个亿呢是美元呐，这个亿元。所以呢，我们广东呢是中国占了这个总的出境游占了1/5的这个总额，所以全世界各地的这个国家他们都喜欢来我们中国广东来出销。我们广东呢有几个特色，是一个岭南文化、活力商都、黄金海岸、美食天堂，
这个食在廣東大家都聽過了哈，吃在廣東。還有這個黃金海岸呢，是我們的海岸線呢，有6000多公里，長。同時呢，我們呢有很多的高爾夫球場，有100多個吧，我錯，100多個高爾夫球，並且打球呢也特別便宜，很多那個韓國啊、日本呢，很多國家的都去那裡打球。我們呢還有活力商都。還有嶺南文化，嶺南文化這裡呢，就是整個嶺南啊，兆頭啊，很多這個廣東粵港澳這一帶的這個文化發祥地，就是在我們廣東。所以呢，這個同時香港啊，就是譽為東方明珠了，是我們世界金融貿易會展旅遊中心了。近幾年呢，我們這個CEPA的這個開展啊，粵港澳的旅遊部門在聯合促銷、品牌共推、資源共享、信息共通等方面呢，開展了卓有成效的合作。粵港的國際旅遊區已發展為世界著名的旅遊目的地，國際知名度和美譽度不斷提升。來粵港澳的這個粵港旅遊的朋友呢，將會感受到活力廣東、動感香港的這個魅力。在多倫多啊。的這個廣東跟香港籍的這個華人華僑眾多，華僑們心懷祖國，情繫家鄉。同時呢，這幾年香港，特別是我們廣東啊，這個發展呢就非常的迅猛。我們也有很多華僑呢，有好些時候可能沒回去，可能有些華僑呢是自己回去了，親人沒有回去。所以呢，我們省政府呢就非常重視這個問題，專門要求我們旅遊局。今年要把這個海外的華人華僑呢，就引回鄉去，把大家招呼回家去看一看，共敘情誼，感受這個認識家鄉，感受家鄉的新變化。我們為了吸引更多的海外華人華僑回來探親訪友、休閒度假呢，我們廣東省旅遊局跟香港旅遊發展局呢，就精心設計了。這個1程多站的精品型旅遊線路，剛才我們郭先生也談到了。等會呢，郭總還會做詳細的介紹。我們也將會提供很多的這個優惠，對華人華僑回來的，這個航空啦，包括電信，就是連打電話，我們都已經有談好了。這個電信呢，來到就可以有很便宜的價格，可以打電話，有很多的優惠，包括在景區、在酒店住宿、在這個購物等等。我們在這個廣東啊，各方面呢，香港呢，都已經做好了相應的準備，歡迎呢我們的華人華僑呢回家去探親訪友。我們相信呢，我們華人華僑回去以後呢，一定會有獨特難忘的這個旅遊體驗。親情鄉情的體驗，在這裡呢，我還想特別為大家介紹一下，就是我們在9月份，我們廣東的國際旅遊文化節，還有那個世界旅遊日的主會場，也在我們廣東舉行，在9月27日。這個國際旅遊文化節呢，可以說是全中國最大的一個這個旅遊的盛會，將到時候會有10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這個旅遊業界。來廣東有1萬多外賓，來參加這個活動，還有很大的這個國際展覽，這個貿易的展覽，就是我們廣東的旅遊產品，世界的旅遊產品都會有一個展覽會。同時呢，11月份呢也是我們的亞運會，可以說是這16屆的這個亞運會在廣州隆重舉行，因為這個活動呢，我們也到時候也會有非常的很多的盛會，非常的有些盛況，歡迎我們各位在座的各位這個貴賓朋友們呢，和家人，還有呢，通過我們的媒體介紹給我們在多倫多、在加拿大的這個華人華僑回去參與這些盛況。最後呢，祝我們這本次推介會圓滿成功，祝各位身體健康，家庭幸福，謝謝大家。謝謝黃處長，唔該晒黃局長。聽完黃局長嘅介紹，我都非常心動，一定要
做一個回鄉探親嘅華僑喎，我都未曾探過親喎。我雖然廣東省係我家鄉嚇，我都未去過我島上嘅嗰個鄉村裏邊探過親。咁第日要去諮詢下廣東省旅遊局。以下落嚟呢，我諗各位會好好奇，想知道究竟華人華僑旅遊年裏邊有啲咩好特色嘅廣東啊、香港嘅旅遊行程啊，有啲乜嘢特別嘅服務同產品呢？我哋要請喺呢個旅遊方面嘅專家嚟同大家詳細介紹。再請我哋香港旅遊發展局嘅業務拓展總經理郭志傑先生為我哋介紹。我喺度唔敢認專家，啲專家有冇人坐晒喺度？咁我喺呢度咧都藉住呢個機會咧，即係頭先我哋講咗咧點解我哋會嚟呢個北美洲做路演咧？咁其實咧嗰個主題咧都係因應而家全球嘅形勢咧，都係大多數咧都係旅遊嘅時候，尤其是喺長途市場啦。咁包括北美洲咧，都係中意一程多站嘅旅遊模式嘅。咁而一程多站亦都係旅遊發展局咧嚟緊呢幾年咧，我哋嗰個主要嘅市場策略之一嚟嘅。咁呢個頭先我講啦，就係因為都係因應個市場趨勢啦，而尤其是咧長途旅客啊，包括北美洲嘅旅客咧，都係選擇咧出外嘅時候咧，能夠去多個地方，就唔會話係即係淨係去一個地方。咁所以變咗咧，我哋咧喺嚟緊嘅推廣嘅策略咧，都會着重於喺一程多站方面嘅。咁一程多站嘅旅遊合作咧，其實有啲咩好處咧？咁包括3樣啦。第一就係一個能夠互相配合咧，擴大呢個旅遊資源啦。咁頭先黃局長都介紹得好好啦。咁活力廣東啦嚇，咁我哋動感香港啦嚇，咁希望係大家互相配合啦。咁亦都係咧係可以咧當然啦，即係互相配合之下咧，能夠提升旅遊目的地嘅吸引力啦，係咪？咁即係我哋成日都講啦，1+1係等於3啦，咁希望可以能夠加強大家互相嘅吸引力啦。咁而咧，從而咧係提供呢個旅客咧一個豐富嘅旅客嘅嚟到我哋嗰個目的地嗰個體驗啦，咁更加豐富啦，亦都更加係物有所值啦。而我哋咧亦都認為咧，能夠咧同呢一區域裏邊咧，能夠喺個目的地嗰個推廣合作咧，個效用咧係更加大啦，同埋咧係能夠產生一個協同嘅效應啦。喺嗰個優勢方面可以互補啦，喺嗰個資源方面咧可以共用啦。譬如等於我哋出100蚊，廣東省旅遊局出100蚊，咁我哋咧就可以能夠咧擴大我哋嘅一個宣傳嗰個推廣嘅力度啦。咁亦都可以互送客源啦，我哋可以介紹旅客嘅廣東省啦，廣東省亦都可以咧係介紹旅客嚟香港啦。咁啲海長途旅客嘅時候，就可以兩度都可以去到啦，咁可以都互相推廣啦，咁達到一個互惠共贏嘅效果。咁當然啦，香港同廣東省咧，因為地理環境嘅關係啦，大家都係息息相關啦。無論喺經濟啊同埋旅遊方面啦，咁所以咧，我哋同廣東省旅遊局一直咧都係咧呢個建立咗一個策略性嘅合作伙伴嘅。咁喺呢一個策略性方面咧，喺有4個得益嘅。咁第一就係大家可以共同推廣平台啦，好似今次咁藉住呢一個2010華人華僑年啦，同埋呢一個香港呢一個節慶2010嘅節慶年啦，咁可以共同咧就係做一個路演啦，喺北美洲同埋喺其他市場，我哋都會繼續嘅。咁第二就係喺呢個共同發展呢個共同市場啦。咁譬如好似我哋嚟到北美洲咧，呢個好多華人嘅市場啦，咁我哋因為大部分嘅華僑咧都係好多都係嚟自廣東省同埋香港內地啦，咁所以我係有針對性咧喺個共同市場咧係一齊去做推銷或者促銷嘅。咁亦都係咧係支持咧業者啦，就可以能夠咧提供呢個促銷啦sorry 呢個 miss 咗呢個咁我哋喺北美洲同多倫多啦尤其是多倫多啦同埋紐約啊三藩市咧，咁佢會舉辦呢一個業界嘅推介會嘅，咁咧就係會介紹咧去點樣去支持啊，同埋利用我哋嘅平台咧去做促銷啊，同埋推銷嘅新嘅產品咁。咁亦都會咧，好似頭先我講咧，就安排傳媒啊，或者咧係業界咧去內地考察啊，咁深入認識香港同埋兩地嘅旅遊產品，同埋咧更加咧就結合媒體嘅宣傳啦，咁一齊咧好似今日咁邀請到北美洲多倫多嘅華語媒體咧係
嚟到呢一度咧係幫我哋宣傳啦，同埋咧我哋咧亦都會邀請媒體咧係到兩地考察，咁希望可以幫到我哋一臂之力咧，加強咧呢一個地區嘅宣傳嘅。咁呢度係廣東省同香港啊，同埋澳門去睇到嗰個地理嘅環境咧，其實真係好似頭先好似阿黃局長講，其實係一家人啊嚇。咁就廣東咧同埋香港咧喺珠江三角洲咧，即係大家左鄰右里咧，都係各有特色啦。咁各自有各嘅旅遊嘅產品啦，絕對係即係一程多站呢一個理想嘅路線咧。咁喺呢一個粵港兩地之間咧，其實喺無論喺海啊、陸啊、空啊交通方面咧，其實都有一個完善嘅交通網絡，咁啊大家好方便。其實2個鐘頭內已經去到由香港可以去到廣東省各主要城市，或者由廣東省各主要城市嚟到香港，咁係非常之方便嘅。咁而且咧，大家想喺呢度大家同大家分享嘅咧，就係呢個144便利簽證。咁其實咧，嚟到香港咧，其實仲有一個好便利簽證係一個免費嘅。咁當然呢個要經旅行社啦，就可以入到廣東省咧有10個城市嘅，咁可以出入咧係免費簽證嚟到香港咧就可以做到㗎啦。咁所以變咗咧呢個咧就加強咗我哋咧喺呢一個珠三角或者係呢一個粵港嘅一程多站嘅推廣嘅時候咧，就加強咗好多，咁亦都方便咗咧我哋北美洲嘅旅客咧可以嚟到香港咧，先可以咧嚟到咧攞到呢一個便利簽證咧係入去呢一個廣東省咧係旅遊嘅。咁今年咧香港旅遊發展局咧特別咧推咗一個嶄新嘅市場推廣主題啦，咁就係香港節慶年2010啦。咁呢個咧係安排咗咧全年咧係有不同嘅盛事啦。咁我哋主要有6個盛事嘅平台嘅。咁咧就包含咗即係中國一啲傳統嘅節日啦，亦都咧係包含咗一啲異國風情嘅西方文化典慶嘅。咁令到咧旅客咧無論係咩時候嚟到香港咧，都有一啲豐富難忘嘅體驗嘅。咁或者我即係例如每一個節慶我哋點樣介紹啊？咁其實成個頭先我講咧就有6大焦點嘅節慶嘅。咁第一個就係新春節慶啱啱過咗啦，就係我哋喺農曆年嘅時候有好豐富嘅節目安排啦，包括有年初一嘅花車巡遊啦。咁當時咧我哋係會每次咧都會有啲國際啊同本地嘅表演隊咧係喺嗰個年初一嗰度做一個大匯演嘅。而年初2晚上咧就會有一個煙花匯演，年初3咧就有一個賀歲賽馬咁樣嘅。咁跟住咧5月份咧嚟緊咧就有一個傳統文化會嘅。咁其實又包含咗4個節慶，一個就係長洲嘅太平清醮啦，一個就係天后誕啦，一個係譚公誕同埋佛誕嘅。咁每一個節日咧都有自己嘅特色嘅，咁介紹呢一啲唔同嘅傳統嘅節日嘅特色嘅。咁跟住咧係夏天啦，咁就夏日盛會啦。咁頭先我講嘅當然少得過就係我哋嗰個購物優惠啦。咁另外咧，其實嗰個焦點即係節慶裏邊咧，就包括一個香港嘅龍舟嘉年華會啦。咁同埋咧係一個香港夏日流行音樂節咁樣樣嘅。咁呢個嚟緊個夏天咧都有豐富嘅節目啦。咁跟住咧就落嚟咧就係萬聖狂歡月啦。咁除咗即係大家都好熟悉嘅 Halloween 之外咧，其實適值咧就係9月份咧就係中秋佳節嘅。咁喺香港咧就係中秋佳節咧就好有特色嘅，譬如好似舞火龍啊嗰啲咁，亦都係要香港咧先至可以感受得到呢一個中秋佳節嘅氣氛嘅。咁跟住落嚟咧就係美酒佳肴月啦。咁呢個就係舊年我哋用嘅主題推廣啦。咁得到好美滿嘅成績啦。咁所以變咗咧，我哋今年咧係會繼續咧係全力去推廣呢個美酒佳肴嘅。咁跟住落嚟咧就係10月份就係繽紛冬日節啦。咁就係香港係喺成個亞洲區嚟講，我諗即係喺聖誕節嗰個慶祝嗰個燈飾嗰方面咧係比較獨特同埋突出嘅。咁每年咧海外都有好多旅客咧係藉住呢個時間咧嚟香港睇香港燈飾。咁再更加咧就係有一個新年嘅倒數啦。咁我哋每年都會喺呢一個喺12月31號晚咧做一個大型嘅倒數，咁令到香港維港咧係嗰個璀璨咧能夠可以
介紹到俾香港嘅嚟到香港嘅旅客咧，同埋亦都經過傳媒咧係播放俾全世界嘅。咁講咗咁多關於香港嘅嘢啦，咁不如我哋又講下廣東省啦。咁頭先阿黃局長都有講過啦。咁9月份咧就係廣東省呢一個旅遊文化同埋世界旅遊日啦。咁所以變咗係一個好多活動，一系列嘅活動咧係可以令到可以俾旅客咧可以去體驗嘅。咁而跟住落嚟咧就係一個亞洲運動會啦。咁所以一路系列咧一啲好大型嘅活動咧都會喺廣東省舉辦嘅。咁所以可以藉住呢個機會咧，無論去廣東省嚟香港又好，或者去香港去廣東省咧，都係一個好好嘅體驗嚟嘅。咁頭先我講過啦，話今次我哋特別嚟咧帶咗一啲新嘅行程。咁究竟我哋用啲咩主題去介紹呢啲行程，能夠將香港同埋廣東省嘅特色可以能夠展示俾一個美洲嘅北美洲嘅旅客咧？咁第一個咧就係海上絲綢之路。咁大家都好熟悉香港嗰個深水海港啦，咁係一個令到香港呢個成功嘅一個貿易嘅地方啦。咁其實咧喺一個絲綢之路分開陸同海上啦。咁喺海上方面咧，其實廣州咧早期咧就係由廣東省嗰邊開始嘅。咁所以咧，我哋咧嗰個新嘅呢一個行程咧，除咗介紹香港嘅維多利亞港之外咧，我哋咧都會介紹廣州嘅沙面啊，同埋咧係嗰個海上絲綢之路個起步點廣州嘅。咁係一個非常之喺沙面嗰度咧係一個好特色，有19世紀。係一個英法嘅租界，咁有好多外國戶籍人士，咁所以變到有好多中西合璧嘅建築物咧，可以喺嗰度見到嘅。咁另外咧，我亦都會咧係帶啲旅客咧就去陽江。咁大家可能都有聽過南海1號呢一個故事嘅，咁就係呢個喺海上絲綢之路咧喺800年前咧係沉沒嘅。咁裏邊咧就有好多一啲我哋叫做水晶宮，裏面有好多萬幾件咧以瓷器為主嘅文物咧係沉咗喺嗰度，而家咧係升翻上嚟咧，就擺咗喺呢一個海上博物館嘅，咁係非常之值得大家去參觀同埋欣賞嘅，咁亦都有好多歷史嘅價值喺嗰度。跟住呢個咧就係以自然風光景緻為主題嘅旅遊路線啦。咁喺香港嚟講咧，西貢呢一個香港地質公園咧係香港唯一係評為國家級嘅地質公園嚟㗎。咁呢個咧講緊係由1億4千萬年前咧，由一個火山嗰啲火岩咧，我雖然唔係專家，因為火山形成咧變成一啲綠柱石嘅。咁呢綠柱石咧，你睇到咧係好大。咁呢個咧能夠咧可以咧令到我哋可以安排到咧俾旅客係親身喺現場咧可以睇到呢啲綠柱石嘅。咁成個即係好有歷史價值。咁另外咧就係番禺嘅蓮花山啦。蓮花山咧就係一個明朝咧有一個明朝介紹明朝咧嗰個塔，嗰明朝嘅嗰啲建築同埋一個塔啦。咁同埋咧就係亦都介紹一個清朝一個蓮花城嚟嘅。咁啊所以嗰個蓮花山咧亦都可以睇到成個珠江三角洲嘅景色，咁所以係好靚，好值得去睇嘅。咁另外咧就係一個叫做韶關嘅丹霞山。咁丹霞山咧就有一個觀音咧，就係即係全世界最大嘅金箔做嘅一個銅像嚟嘅，咁係非常之高嘅，係4088米高嘅，咁係好高嘅，咁就即係亦都好值得去睇嘅。咁呢3個咧就係我哋第2個用一個天然嗰個景色嚟做主題嘅。咁而第3個咧就係用電影遊蹤咧就做主題嘅。咁大家如果可能都有睇過，可能10月圍城啊，咁唔知大家有冇睇過？最近咧得到好多獎嘅。咁其實10月圍城咧就用香港咧1900年初嗰陣時天星碼頭同埋石板街做背景，咁搭咗一個場景嘅，咁嚟拍攝嘅，咁啊介紹香港嘅。咁而呢個近年咧美國呢個蝙蝠俠黑夜之神嗰套片咧，亦都係喺中環咧係拍攝嘅，咁亦都有用咗即係呢一個我哋叫 IFC 啦，一個中環嘅一個最高嘅大廈啦，商業大廈啦，咁做一個現場嘅場景嘅。咁所以我哋咧亦都配合咗呢樣咧，同埋咧喺香港咧做如果大家有留心咧，就係汪明荃咧有做一個電視劇集叫做《東山飄雨西關情》咧，就係喺呢一個碉樓嗰度拍嘅。咁係喺
開平嗰度，咁其實呢個都係睇到碉樓嗰個名係好靚嘅，呢個極好值得去嘅。咁亦都最近有一套電影叫《葉問》咧，就喺佛山拍。咁我哋咧就連串晒呢啲咁嘅同電影有關做主題嘅咧，係做咗一個主題嘅行程嘅。咁呢啲都係一啲嶄新嘅行程咧，我哋會係推介俾業界咧，同我哋一齊去推廣嘅。咁最後我哋都咧係利用呢個孫中山呢個史蹟遊咧，係做一個主題嘅。咁大家知道新漢鑑1911年開始追就係100年啦，咁所以我哋好值得去即係去推出呢一個利用孫中山事蹟嚟做一個背景。香港就係孫中山即係求學時期啦，無論津學、大學嗰陣時。咁而中山就係佢出生地同埋故鄉啦，而廣州係個革命嘅根據地啦。咁所以我係利用呢一個咧串聯咗一個故事咧，就做一個行程咧，係介紹一個香港廣東嘅行程。咁大家聽過啱啱聽咗同大家介紹咗啦，咁相信大家都好同意咧。2010年咧就係呢一個粵港兩地咧都有好多精彩嘅節目啦，同埋精彩大型嘅活動啦。咁希望咧就大家都可以咧吸引到呢啲北美洲或者特別係多倫多嘅遊客嚟香港咧，去參加呢啲粵港嘅一程多站嘅呢啲咁嘅新嘅行程啦，咁去去體驗呢個兩地嘅唔同嘅主題嘅旅遊行程啦。咁亦都希望咧，到時咧亦都稍後咧係邀請當地嘅媒體朋友咧，能夠可以去到兩地考察啦，咁去加強宣傳啦，咁更加一齊推動咧多啲華僑嚟香港同埋廣東省咧，就係探親啊旅遊啦，咁樣實現我哋一個一程多站嘅推廣嘅。咁今日我介紹嘅咁多，咁喺呢度咧我帶咗一個片咧係講呢一個香港節慶年嘅，咁啊2分鐘嘅啫，好快嘅，咁啊想大家可以睇一睇。多謝各位。咁稍後咧，其實廣東省旅遊局亦都帶咗一個宣傳片係8分鐘嘅，咁稍後咧會同大家分享嘅。唔該晒 Patrick， 請你留步下。咁多精彩嘅活動，咁特別嘅行程，梗係引起各位好多嘅興趣同埋好奇啦。咁各位如果有問題嘅咧，
我哋有一個時段就係答問嘅環節。首先我哋想請翻廣東省旅遊局嘅黃局長出嚟，黃局長。香港旅遊發展局多倫多辦事處嘅幹事 Michael Lim， 歡迎各位全面提問。想問一問，有冇考慮整個宗教團咧？譬如話香港有黃大仙，廣州都有黃大仙嘅，其實係。宗教團咧都可以嘅。我哋即係廣東咧好多，特別係六祖嘅故里啊，雲浮啦，韶關頭先我哋阿郭先生講嘅，韶關其實仲有嗰個阿六祖嘅嗰個真身啊，仲嗰度，依家仲嗰度啲胡鬚啦，乜都仲係好真切嘅，大家都可以睇。仲要好多都係宗教團，我哋廣州、香港都好多資源嘅。係 Robert。係，我想請問下嗰個費用係點樣嘅咧？呢個費用咧，到時即係咁樣，要各種唔同嘅團。第一個嗰個新聞界記者嘅費用就我哋阿郭先生嚟講嚇，即係其他以後啲華人去咗就我哋下晝咧同嗰啲業界啊傾咗之後咧，佢哋具體要嗰啲標準團啦，又有豪華團啦，就睇唔同嘅即係團嘅要求標準就唔同嘅，到時可以另外俾個費用，到時假如需要咧，到時另外俾個資料你。或者咧呢樣咧，我哋有啲同事香港旅遊發展局同事可以補充下嘅。或者我喺呢度補充下啦，即係其實即係好似黃局長頭先講啦，咁其實豐儉由人嘅啫，睇下你用咩形式去旅遊啦。咁其實我哋今次咧專登帶咗呢啲新嘅行程嚟咧，咁其實就希望咧，好似今日啦，我哋專登就係第一次同媒介即係公佈呢一樣嘢咧。咁我哋今晚晚上咧就會同呢個業界咧係接觸嘅。咁希望咧就同佢哋大家咧係點樣一齊合作咧去推廣呢一啲新嘅行程，咁然之後再睇下嗰個價錢應該係點樣樣啊，一齊去推廣。咁我當然咧喺呢一個推廣個過程中，我哋亦都會提供一啲即係我哋叫做 value add program 啦，就係一啲中文點講優惠啦嚇，提供呢啲特別嘅優惠啦嚇，咁令到佢嚟到粵港兩地都好啦，都有一啲唔同嘅減價或者提供一啲特別嘅係啦着數或者優惠啊咁樣樣嘅。咁呢個係即係大家合作一齊即係去推廣嘅。咁我哋今次係第一次嚟到多倫多，亦都係我哋第一次係同媒介介紹呢一個新嘅行程啦。咁希望能夠受歡迎啦。咁然之後即係希望可以同業界咧推出一啲優惠啊，一啲特別嘅行程咧俾北美洲啊，尤其是多倫多嘅華裔嘅遊客。多謝。Michael 可能你都有好多意見喎。Patrick 已經講得都幾清楚，因為今晚我哋都同啲旅行社咧會有個 cocktail reception 嘅，同埋會推出呢啲新嘅 itinerary 俾佢哋嘅。一路我哋會同佢哋咧就有啲新嘅 itinerary 咧就推廣俾本地嘅遊客去參觀嘅。可唔可以講你哋呢個團咧，大約會由幾多人至到幾人之間？即係等啲人你有興趣參加都知道，大約係你哋辦嘅團係由幾日至幾日都有。同埋，如果佢真係想參加嘅話，係幾時開始有咧？我呢度或者答一答咧。就其實呢一個行程咧，我哋初步定咧有3種嘅，一種係5日4夜啦，有6日5夜啦，同埋4日3夜。其實睇下係本身佢嗰個同旅行社，其實我哋咧喺呢度咧，只不過係提供呢一啲咁嘅主題，提供呢啲咁嘅旅遊產品。佢唔係一定要跟足我哋去做，因為其實每一個旅行社本身有自己唔同嘅客路，佢亦都有本身自己唔同嘅安排去安排呢啲行程。咁所以變咗係好靈活性，佢可以攞部分嘅產品，或者未必係要晒。不過只不過係我哋提供一啲咁嘅旅遊產品新嘅思維俾佢哋，大家可以配合翻佢而家本身行緊嘅行程咁解嘅啫。咁係5日4夜一定6日5夜一定4日，即係好彈性嘅嚇。跟合作我們也有在海外一起推廣的，譬如說我們在香港啊、澳門啊、台灣啊，我們也有一起推廣的，對吧？王局長，我們這個疫情。我也補充一下，
我们这个香港跟广东的旅游局的这个合作是非常非常的紧密的，可以说我们广东旅游局跟香港的合作比21个省其他任何一个省，我们估算了这个1万人起码有给香港带来3到5千万港币的这个收入。是啊，这个妇女呢，每个人都带了几万块钱去，最少平均的消费最少的就是5000块钱。反正我们广东团去到哪里，我们哪里的那条街的那同样的东西都会卖完的。后来我们会将到英国，这个新西兰跟这个澳大利亚，包括其他，我们以后就是因为我们这个CIPA这个外国跟这个华人华侨的这个客人，那我们广东又有什么样的就是说跟香港结合呢？香港是一个很现代的Chinese Vietnamese that 这个就很长了，历史太长。就像說兩兄弟了，我們什麼時候開始好的，那就一直好的啦。好，謝謝。多謝晒各位嘅發問。等一陣咧，午宴嘅時可以嗎？好，影多張啊！1、2、3 ，good， 1、2、3 ，OK。OK，拜拜。影多張咧，可唔可以大家？好嘅，好。